大家好，连咪，咱来谈这个龙德山东方白先生的作品。东方白先生，敢若讲头尾开10年的时间吧，伊甲这个台湾头一位女医师蔡阿信，东方白先生去找到蔡阿信的时阵，迄阵蔡阿信应该就可能80岁了吧，70-80岁，因为蔡阿信是1899年出世，1980年的款伫最后作品完成，敢若是1990年左右啊，所以蔡阿信受访问开始可能是差不多80岁款，敢若是安尼啊，所以这嘛正做台湾头一出的，或者大河剧的形式摕来对比啦哈，所以罔参考，因为我感觉这是台湾人应该爱知的故事之一吧，我是安尼想。我淡薄时讲，咱甲一寡连结分享，我是直接搭伫咧迄个碎林门的款吧，可能我毋知影怎称呼迄个所在，所以当然你若伫咧 Google 找蔡阿信，应该才找到真侪资料才对啦，总是有当阵啊迄个啥。小说是一种欣赏的角度，戏出佫是另外一种气味，所以我会使安尼讲。所以，我伫即个 Clubhouse 即来遮，安怎讲，有即个声音啦吼，YouTube 是有分享我咧找台语的即个画面，因为有当阵啊，伫读即个。讲一个较无输赢的，也是一个悲哀的代志，就是明明是台湾人的故事，煞爱用中文写，真佫该读文安尼，所以这好啦，我参考啦，我看下啊，我想要分享迄个呢，反正大概是安尼啦，戏出的部分。我袂记得，应该我 YouTube 有看过一届啦，一届，两届我袂记得。第二部剧我毋知几章，可能正要来读第6章伊总共龙德山3大本的册，听讲100万字啊，几万字全靠拢读对。落去安尼，训练也是学习啦吼，甲即个中文读做台文安尼，读册以来，而且讲上学，我讲读册啦，目前年来已经3年，伊已经12岁啊。因为柯秀英本来就是基督徒，嫁林志乾了后，真做牧师娘，迄是免讲。到林志乾死了后，换嫁互屈原家，悠然坚持原底宗教信仰。屈原家因厝屈原家虽然讲无信仰基督教，但是伊也无禁止柯秀英继续带因2个祖囝去教堂做礼拜。每一个礼拜日，柯秀英照较早的习惯，绝对是带雅信和翁的礼拜堂做礼拜。当大人伫咧教堂的正堂祈祷、唱诗，或者是听道的时阵，雅信和雅族就和其他顶下伙仔囡仔去教堂的后堂去读主日学，由一个叫做金莲的固定学院不了联系，定定伫咧淡水和台北之间往来。这个时阵，伫咧淡水的固定学堂，早就已经设有查甫读的淡水中学，以及专门为着妇女补习用的淡水妇学。这一年又搁开始扩建教室和宿舍，打算要另外设立为着教育女性的淡水女学，所以有查甫、妇人人，
真是算未成年的祖囡仔，应该是安尼。即一年春天的一个礼拜日，当当雅信伫咧上主日学的时阵，今年雄雄对主日学内底较侪岁的几个祖囡仔讲，淡水教会附设的淡水女学，过2个月就要开学啊！这学校是叫外国姑娘来教的，敢若收12岁以上的查某学生。头一年，搁要收一班24个学生尔，已经伫招生。恁啥物人若爱去读，会使叫恁爸母去淡水注册。咱先听了耳仔碎牛啊，长，甲今年的话记伫咧心肝底。等主日学上线，含伊的老母行出去教堂，伫半上路下，伊就甲今年伫主日学所讲的话，详细讲互伊的老母听。台语水讲着家己看，台语水讲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拍汉字就去家己找汉字顶悬的迄个字幕有诶，啊找出你网参考安尼。川雅信，伊种啊伫小说内底是叫做川雅信，啊伊诶名是 Google 顶悬找得到，所以英语字冠称。当然，伫咧戏出的表现，这大概就是一个画面大过嘛，吼。中，唔知。拢无准文着，一点仔都无准文着。好，我这个是，毕竟大多数拢是较传统的啦，95%以上吧。所以其实社会当中进步，就是迄个少数的5%以下的人伫咧努力打拼，带动社会进步的。当时伊也无啥准问着，想袂到即个消息竟然引起雅信遮尔大的兴趣。迄是外国学校，你知无？甲咱的学校无相款，你知无？秀英安尼讲，外国学校就外国学校啊，但是你要安怎甲因讲会通啊？因拢讲外国话呢？秀英安尼甲讲。不过你毋知，人今年讲啊。因姑娘拢会晓讲台湾话，甲咱讲会通啊。雅信安尼讲，啊，着住淡水校舍内面，你知无？啊，住遐着住遐，我毋惊。雅信真肯定咧讲，即个囡仔，听嘛自细汉就真大才晓，是安怎甲讲，就是真定着就对啦吼。秀英看雅信遮尔执着，啊，阁坚定，伊着有动心念。拍算要特别半台半价优待的资格，为着希望会当得到半价的优待，秀英忽然想起大龙帮教堂主持礼拜的高牧师啊，敢若雅信曾经要做互伊请做新妇啊，所以敢若雅信曾经有要送伊做新妇啊。照你讲，也等于是个查某囝。若准讲会当用伊的名义去报名，当然就会当享受到半价的优待咯。敢若掠着主新订，过顿工下晡，秀英就传雅信大龙帮的教会。拄好高牧师伫咧教会边仔迄间，大家小小问几句了后，柯秀英就甲话题转去到淡水女学遐，讲雅信真爱读册，伊也真想要互伊去读。淡水女学讲一困了后，就问高牧师。人讲牧师的家族若去读淡水女学会使半价。你捌讲爱阮查某囝，啊，阮查某囝以早嘛答应讲大汉要你做新妇，是因为即马细汉住恁厝袂惯势，所以才暂时住阮兜。看得将来大汉也是要嫁你，我就想讲用你的名义。
去甲报淡水女学，你想了，刚刚是看咧看咧，结果一直海头，哎哟，迄甲阮坏咧，要逃，爱要逃走的查某囡仔，阮真无法度啦。做新妇啊，就无爱，将来哪敢娶？迄阮才无爱咧。可惜阮无法度，只好头啊咧咧，刚刚是带转来网甲。第二个礼拜日做礼拜的时阵，今年问仔是生12月，甲老爸老母的名姓、徛家地址，拢抄来了后，就早转去淡水。过2天，今年转来网甲回报讲柯秀英讲仔是袂当去报名读淡水女学系啊，所以袂使去读。因这外国学校讲的是10岁，随便讲甲是12岁啊，啊，毋过实际上才敢若11岁，伊就要搁还细汉，恐惊袂晓照顾家己，而且搁爱哭，伊毋则讲袂使。今年安尼甲讲，柯秀英听了也知影无法度，只好就囥仔来柯秀英因兜，真欢喜对柯秀英讲，欢喜哦。柯秀英两母仔囝听完了，自然是真欢喜，所以两个大人讲话，两个囡仔就主动。因为头一届，因为透4人头一届坐火车，所以沿路仔是着痛甲咻咻叫。哪看不接一的风景，哪问大名先生各种神奇的事物，被亲理解要求袂记得。才过差不多2点钟，淡水就已经看会到啊。行出来火车站，头先打伫眼前的是山坡顶迄间红砖仔壁乌塔的淡水教堂。伊对淡水捷运站行出来，应该是伫咧倒手边吧？对啊，为迄个做迄啥物？迄个啥物路？中山1路着，我袂记得啥物路，啊爬行去安尼。较远一寡就是菜伫遐300年的红毛城，淡水女学就业伫咧教堂和红毛城中，因为站伫咧关系不一的面体当中，所以无容易看会出来。大苗先生就带雅信爬上山轮啊，先经过淡水教堂，然后顺一条弯弯翘翘的山路，行差不多10公分，就来到一个七尺长的水泥墙头前。迄个高墙顶悬拢有菜破去的玻璃和干仔皮，反射着日头光，真插眼。有一个入口，有2大扇的铁门守护。这个时阵，铁门拄拍开，应该是我记遐是迄个啥，对，迄个伊有一个什么电的迄个固基伫迄搭遐。红毛城啊，看你看。出掉，可能有在加头过，看一面。迎面、侧面、对面。迎面、侧面、对面，对面
对面行，对方卡片，对，长头，这可能使用长头吧，就是看这个意思嘛。物件去到遐啊嘛，所以长头迄一种红砖啊，另烂杆的西式校舍，厝顶拢用红瓦壳，则搁用红砖啊真整齐压条的。校舍头前一片的草布，拄种几株真幼稚的，这算敢算野枝树？棕榈、相思树啊，三匹旁，加冬，棕榈树。棕榈树，樟哦，樟树、樟竹、樟树、樟竹、樟叶啊，伊是用樟，这种我唔知什么叶，有人教授。棕榈树，就是樟，所以比较用樟一字，比较用樟。要不这个樟安尼误解的，那是树啊，那是樟。所以我毛树的音毛樟树，好啦，樟树，吼、种几丛啊？年柚，这应该是啥？细丛吧，还是树啊？刚刚种落去迄阵，细丛树啊，还是一些年柚，这年柚敢若咧讲人，不过即摆是树啊咧。拄种几丛细丛啊，樟树加冬，因为是创校开学的日子，加上是加拿大教会开办的学校，为着要拄当好时机，恭逢其盛。因为恭逢其盛是讲有即个因形通我参与嘛，毋过伊即马即个应该是讲，拍算要来的人，想要顺即个时机啊，所以过来就是。恭逢其盛，伊的恭和我所学的恭嘛无相款。我学着的恭是迄个恭喜的恭，伊煞用迄个啥，鞠躬的躬安尼。嘛无，恭逢其盛。恭逢其盛，我会记是恭。我会不会什么字头用？恭逢其盛。好啦，加上是加拿大教会开办的学校，为着要迎接这个好时机，找着袂少外国的书籍和生理人，以及淡水官厅派来日本官员，
四线伫咧草仔埔广场的逐所在，毛毛的应有尽有，拢穿一寡奇怪奇装异服。查某的是西，查某是偌迄种大蓬头高髻，蓬头高髻，可能是我袂晓讲，可能是解水吧。头毛就洗甲圆圆，啊头毛绑甲一粒上大粒。我看有即个物件，蓬头高髻。当然，作者本身就有迄个材料去做新词嘛，伊去描写迄个现场的状况嘛。啊，遐个富林人就是，强在是西装打扮的嘛，大家嘛爱西装打扮，至于西装打扮的结果是啥？啊，伊即摆就是蓬头高髻，就是头甲洗甲蓬蓬，啊，搁绑一粒大粒的青长裙。拖伫涂骹，啊，举一支细细支的日头雨伞。查甫的是戴高筒帽啊，高筒礼帽，就是我袂记伫即个农多少内底，我毋知咧算第几集，因为敢若重点无放伫即搭遮，我一直无注意看着。对即个高筒的礼帽吼，典礼的帽啊，就是迄个帽啊是真特殊的对啊。啊，穿燕尾服，举即个银做的，有一个银的头的拐啊，更加有一寡台湾学生的家长，有的是长袍马褂，有的西米就是穿甲真闭杂，就。各自为做各自为做一箍一箍，还是3、5个为。开学典礼伫咧升起的礼堂举行，首先是由即个女校长金姑娘，即摆这是金姑娘，拄则是金莲，金姑娘来致辞。伊本来是加拿大长老教会派来台湾的女宣教师，原底的名叫做 Kinley。为着方便，才改汉姓叫金，大家也都叫伊，大家就专叫伊金姑娘 ，KINNEY 啦，Kinley，然后叫伊金姑娘。伊来淡水已经3年，伊来淡水已经3年，对汉文申请有学过一寡汉文。啊，那伊的台湾话，伫咧未来，伫咧还未来台湾进前就已经学袂少，拢是按。厦门东文书局出版的一本罗马拼音闽南语字典顶悬学来，伊的台湾话准讲是真熟悉，但是也有真重的外国腔，听起来总是感觉调调。啊，伊的中文改写调调，所以对咱来讲啦，调调甲调调是无共款的。当然你讲。一个人的台语调调，甲一个人的台语调调，勉强是拢知影你咧讲啥啦。反正伫迄只不过是一个状态词嘛，就是听得出来你是外国人咧讲台语就对啦。啊，所以伊的中文来写调调，上调的调。毋过我会感觉台语是讲，我会讲调调啦。啊，你若要讲，你听就是调调 ，OK 啊，迄是。反正我家己我会讲调调啦，就是讲迄个外国腔的台语听起来调调安尼。金姑娘先用英语对内面讲一遍，尾啊才改用台湾话对学生讲。恁今仔日来读册，来即间淡水女学，来互我教。我有甲恁教，恁也着好好读册，读互你的爸母欢喜。读互马街朴素的灵魂，欢欢喜喜。我就叫伊继续用台湾话演说，但是坐伫咧上头前迄18个学生却无啥心情伫咧听伊讲啥。因随时拢越头，不管是拢越头去看后排的家长，
雅信含俏，坐隔壁，并肩坐着，伊就是中文平经坐咧，可能若教理他是安尼啦，平经坐咧，佫有啥物讲法？并肩平经字是平经啊，对啦。当然，并肩作战，迄无一定是经平调的，所以并肩作战是同做安尼，所以迄就是，翻译的部分就是有意思的翻译，是无共款的。语词语义甲迄个语境，所以即马就是实际上两个人真正是肩胛头平伫遐，坐小我。所以就是平经坐小我，好啦，平经坐小我。雅信总算忍袂了，低声仔问含俏啊，你想咱阴暗要困倒位啊？我毋知呢，含俏汉头咧讲，你毋知影？你想咱要食啥？哎呀，看你遮尔细汉，你话哪会遮尔济？要过即三条拢是真重要的代志啊！要困倒位，倒食暗，要食啥？对吧？这重要，感觉真野些，还是袂堪你寒，袂堪你麻烦，不耐烦，不耐烦。袂堪得烦，心肝头硬，感觉真烦，感觉烦死啊！所以应该就是烦的意思嘛。伊入问啊，伊拢毋知影答案啊，对吧？伊嘛头一工来啊，不对，两个嘛头一工来，你问我哪会知影？所以真也无法。以后就搁举头，搁去听金姑娘的演说。这个时阵，金姑娘已经伫咧介绍这间女学校的所有的教师。除了金姑娘家己以外，还佫有一个女宣教师，本名叫做昆内，也像金姑娘共款号一个银字，叫做银姑娘。伊也是少年日本妇人人，已经两个穿汉服、留长头毛尾的台湾人，也拢是教师。头前的是进入日本教师是教日文，后壁这两个台湾人是教汉文。等所有的教师拢一个介绍煞了后，典礼也就结束了。典礼结束了后，所有的教师和新入学的学生就排伫咧礼堂头前，做伙翕一张相片，留作纪念。然后分发纸包的饼，予学生和来宾，成做中昼顿的点心。食完了后，就是来宾离开学校的时间。将来宾一个离开了后，就剩一寡家长依依难舍，伫咧含因的囝儿，伫咧含因的查某囝挥别。挥别当然是直接安尼读啦，话别就是毋甘离开安尼别。所以我刚才看完伊迄个到底在讲啥？话别、说话别、大话别、废话别、讲话别、这话别、有话别、闲话别。我看完伊讲啥？伊迄东西，有当时变成迄个白痴。我离别进前的话。